而家嗰啲咁嘅食材啊，係邊個供應咧？我覺得應該大家都清楚係邊個做緊嘅，係咪先啊？但係點解係冇落實到去做去執行咧？正當入貨有錢就賣水，客貨源嘅監管盲點。大家好，頭先喺收音機聽到有人問，明明市政署嘅凍肉溯源系統咁完善，點解水客活動仲係禁之不絕？今日我想俾一個更加具體嘅答案，因為水客嘅貨源呢，好多時根本就係正正當當咁入口澳門價，呢個先係最尷尬嘅地方。大家要明白，市政署嗰套溯源系統，佢追蹤係乜嘢？佢追蹤嘅係批貨由邊個國家嚟，邊間公司入口，擺喺邊個凍房，配送去邊間商戶。只要供應商乖乖地申報呢批貨就係清白之身，完全合法。但問題嚟啦，呢批貨賣咗俾邊個？同埋賣完之後去咗邊？市政署係管唔到調。而家市面上有唔少供應商，佢哋嘅心態就係總之有錢賺喎，我就賣喎，邊個嚟攞貨都得。佢哋唔會去問個客你有冇商業登記喎，你間鋪喺邊度？你攞咁多貨去做乜？一問多一句，可能就少一單生意。喺競爭咁大嘅批發市場入面，冇人會主動趕客，於是乎就形成咗一個好尷尬嘅循環。入口正當申報合法，批發有單有據，但下家係乜水喎？冇人理喎。散貨落咗俾水客集團分拆成細件，帶貨啊，經關口螞蟻搬家揾上內地，成條鏈入面最關鍵嗰個缺口就係供應商唔審查下游。你話呢個係咪犯法？嚴格嚟講，現行法例冇明文規定供應商一定要審查每一個批發客嘅營運資質，除非你有證據證明佢明知對方係用作走私，否則佢只需要話我正當做生意。佢嚟買貨啊，我賣貨，我點知佢之後拎去邊？呢句說話，執法部門聽到真係頭都痕。所以未來如果想堵塞呢個漏洞，可能要從幾個方向諗。第一，立法層面要清晰化，要考慮係咪需要規定某啲高風險貨物，好似肉食、水產、化妝品、乾貨嘅批發商，必須要求下游批發客戶出示有效嘅營業證明，甚至要記錄佢嘅實際經營地點。如果供應商明知或應知對方係水客集團，但仍然大量供貨，就要負連帶責任。第二，加強跨部門情報互通。市政署手上有邊個入咗幾多貨嘅數據，海關手上有邊啲人成日過關帶貨嘅名單。如果呢兩套數據可以比對，就更容易發現異常。例如有間供應商入咗10噸牛扒，但佢報稱嘅客戶全部都係住宅地址，咁就值得懷疑。第三，業界自律，唔好做有錢就賣嘅幫兇。我明做生意要賺錢，但賺錢之餘都要諗社會成本。如果間供應商都願意行多一步，問多句，水客集團要攞貨就難過登天。最後想講，水客問題唔係單靠海關拉人就可以解決。源頭嗰度，如果供應商繼續抱住有錢就賣嘅心態，咁就算你喺關口捉到幾多人，都只係斬腳趾避沙蟲。要真正解決問題，就要由批發源頭做起，唔係要佢犯法，而係要佢負責。你哋又點睇呢？歡迎留言，多謝大家。